思想人家講，你對我好，我對你好過好；你對我壞，嗱，我對你好過壞。但係我嘅聖經唔係咁樣講，羅馬書12至17節咁樣講到，唔好廢人做壞，人做壞是假唔好廢本嘅。嗱，做好本攏做人，呢度我嘅聖經教出，羅馬書12、14節咁樣講到，係咪人欺負人？係咪人逼人？你祝福佢唔好照尋佢。嗱，因為到上帝教出嘅真理，小人就欺負自家，人逼實自家，人逼自家，自家愛多祝福佢，愛多教本佢，愛多格佢好。在上帝真理嘅方面，攏做人對自家唔好，自家很笨，愛祝福佢，愛對佢好，愛多教本佢，因為到上帝嘅安那。愛做講本攏做人，但羅馬書12至20節咁樣講到，係講一個小人為妒忌，為妒黑，自家愛本佢鹽，愛本佢舌，嗱，為了咩呢？為了佢刺到兩人，我對你安壞，我對你安唔好，思想講壞你，思想對你唔好，但係你係妒忌妒黑，你很祝福我，嗱，上帝嘅安那sẽ樣做講，佢樣刺到要上帝嘅愛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